欧洲国家最近拢有在斟酌中国伫海外间谍活动，进行调查。德国的公民那亲像是透过学术合作，偷摕国家军事技术，再把这机密透露予中国的情报部门，尾也是予德国的调查人员抓到。另外，伫英国的强谍案伫即礼拜要开庭，其中有一个嫌犯捌伫中国、香港和台湾活动。德国检方立即宣布，已经逮捕3名涉嫌为中国偷摕德国军事甲科技机密的间谍，其中1名嫌犯和中国国家安全部请用，利用另外2名嫌犯阿某的公司联系德国研究人员，佮照着甲德国的大学订立研究转移契约，提供伫中国的合作盘军事科技机密。那中国国家安全部就是这寡合作盘的金主。Wir haben die erhebliche Gefahr durch chinesische Spionage in Wirtschaft, Industrie und Wissenschaft im Blick. Wir schauen sehr genau auf diese Risiken und haben auch wiederholt davor gewarnt und sensibilisiert. 3名相关拢是德国公民，技术伫2022年6月进前都已经从事情报工作，检警搜索因的办公室甲徛家。3人被逮捕的时，当咧讨论后手的研究计划，包括会当增强中国海军战略的研究内容。除了偷摕军事机密，因也防指控违反当地出口法规，将特殊镭射设备运去中国。那伫英国是有2名查甫人因为涉嫌违反政府机密法，为中国提供证据，去年3月互警方逮捕，下伫2日出庭受审。因其中一个人捌是国会研究员，伫中港台事务真外条，接触过英国安全甲外交事务等重要官员。We've been very clear that the situation now is that China is behaving in an increasingly assertive way abroad, authoritarian at home, and it represents an epoch-defining challenge and also the greatest state-based threat to our economic security. 对中国威胁提高警觉，英国当局顶个月就公开指控，中国伫2021年起一直对英国选举委员会进行网络攻击，想要得到数百万选民的资料。德国去年是伫国家安全战略中提起，要打击中国情报部门伫德国的间谍活动，也毋过对各国的指控，中国都全部否认。公司新闻由南编译。